大家好，我係2C班嘅魏勤希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叫做《親愛的爺爺生日快樂》。故事中嘅爺爺最近同以前好唔同，怪怪地嘅。爺爺會當小男孩係爸爸，想教佢踩單車。佢會將拖鞋擺入雪櫃，唔俾人攞出嚟啊！爺爺仲唔記得之前已經食咗早餐，要求再食。有一日，爺爺仲蕩失咗路添啊！姑姐決定帶爺爺去睇醫生。醫生話爺爺個腦出咗問題，會慢慢唔記得好多嘢。醫生開完藥俾爺爺食之後，就叫我哋陪多啲爺爺傾偈。家人知道爺爺病咗後，就成日同爺爺一齊傾偈同埋做運動。有陣時爺爺都係唔記得小男孩係邊個，但係小男孩覺得佢可以陪爺爺，就好幸福啦。爺爺生日啦！小男孩明白，最好嘅生日禮物就係陪爺爺。睇完呢個故事之後，我好希望屋企人全部都健健康康，開開心心。不過無論佢哋點變，我都會好好愛護同埋好好孝順佢